坐寫字樓甩頭髮嘅機率係普通人嘅3倍。30秒話你知，原來唔止壓力咁簡單。一日坐成10個鐘，令下半身血液唔流通，上半身血壓又飆升，令頭皮血液更加難流通，無能減生餓死。加上你瘋狂用腦，血液會優先供應俾大腦，頭皮無能會缺氧缺血。長期緊張更加會令皮質醇飆升，直接令頭皮血管收縮，無能加速壞死。唔想因血壓越嚟越高，頭頂條街變高速公路，但有80%人仲喺度亂咁買產品，就好似20歲嘅妹妹用抗皺面霜一樣，用到成面油脂粒。所以最緊要嘅係了解自己嘅實際頭皮情況，對症下藥。用專業嘅 AI 頭皮分析，毛囊密度、頭髮粗幼、頭皮狀態一目了然，唔使估下。得到分析報告之後，就可以針對性咁揀產品同埋方案。記住啦，亂買產品除咗嘥錢之外，仲會拖延咗治療嘅黃金時間。關注我同埋分享俾你覺得有需要嘅人。下集講下應該點揀頭皮護理。